就想恢復海棠寺，只有100萬。啱啱恢復嗰陣時咧，好缺資金嘅，領導都好支持嘅。給你講個小故事。海狀寺的重建。海棠公園啊，嗰陣時啊，去經常去玩啊，而且後邊咧個塔殿嗰度啊，以前係海珠區群眾文藝咩館嘅，因為我老豆咧係一個業餘作家嚟嘅，係市作協嘅會員嚟嘅，佢經常喺嗰度投稿嘅，所以我經常咧同埋佢一齊去嘅。印象最深咧，其實就係海棠寺幾個個天王殿啊。以前個天王殿咧，嗰啲天王咧就唔係坐喺度啊，係企喺度嘅，嗰個身咧係側住嘅，向前咁樣嘅。嗰種好高大嘅，即係佢同北方嗰啲唔同嘅。北方嗰啲坐到好正啊，廣東嗰啲神像，即係你見到係有一種好似震脅嘅啊。即係所以我哋入到舊時細路仔入廟咧，唔敢大聲嘈啊，唔敢去嘻嘻哈哈嗰種嘅。80、90年代嘅時候咧，佢海棠寺嘅範圍到而家紅會醫院嗰邊嘅，後邊咧一路到南武中學嗰度萬松崗啊嘛。到後來咁我去咗文管會啦嚇，成日都想咧佢哋恢復翻佛教啊嘛嚇，因為落實宗教政策嘅時候。因為我就同阿廣明師講應該恢復翻海棠寺啊嘛嚇，嗰陣時恢復海棠寺係好難已經係屬咗園林局啊嘛，市園林局管噶嘛。當時咧又有海珠區海珠區有一個副區長姓范嘅范區長，而且佢海珠區都有好多個領導都好支持嘅就想恢復翻。首先恢復翻大雄寶殿嗰度啦歸還翻佢佛教咁使用，整翻幾尊大佛。嗰幾尊大佛當時係已經破壞咗啦嘛。大佛寺舊時咧有幾尊大佛嘅，但係仲保留住噶嘛。咁啊當時恢復翻呢幾個，我就又冇樣冇成，我就參照翻佢大佛寺啦咁。但係咧嗰度咧一個好似兒童遊樂場咁樣，又有馬騮仔又有咩，嗰陣時係海棠公園啊嘛。咁同宗教場所咧就好唔協調嘅海珠區政府咧亦都好支持，就將嗰啲遊樂嗰啲設施就撤銷咗先啦作為一個宗教場所恢復翻佢寺廟嗰個莊嚴啊。以前有海棠八景就只有啲詩留低，咁咧就冇人知道八景係點樣噶嘛。咁佢海棠寺嗰啲負責人咧就嗌我能唔能夠重新畫翻咧畫翻呢個八景出嚟咧。呢八景我都未見過喎。以前咧海棠寺啲圖裏邊咧有一啲佢個全貌嘅，但佢係畫平面嘅，而且仲有一啲咧西人曾經畫過嘅有啲外銷畫，所以我根據嗰啲資料就根據嗰啲地形地貌咁恢復翻佢，即係畫翻出嚟。當時清代咧就廣州係一口通商就連接咗整個東西方嘅貿易嘅。呢啲富商就喺海棠寺旁邊黐住海棠寺。當時有規定，外國人唔准入城嘅。咁嗰啲商人嚟到去邊度玩呢？只規定佢兩個地方嘅啫。一個去海棠寺，一個去芳村。所以佢好多外國人寫嗰啲遊記或者廣州番鬼錄嗰啲之類全部都有寫到海棠寺嘅。山門係後來重建嘅，應該係70年代嘅時候先拆嘅。後來佢恢復嘅時候仲係我設計。咁我哋揾翻一啲50年代嗰啲測量嘅嗰啲資料，就參考翻佢呢個大雄寶殿塔殿嗰啲斗拱嗰啲形式嚴格按照木結構嘅呢個設計噶嘛。因為木結構同混凝土結構差好遠嘅。啱啱恢復嗰陣時好缺資金嘅，只有100萬。嗰啲柱咧，你用呢個混凝土啦咁上邊啲梁架用翻木啦，咁咧整個人哋望起身都仲係好似係木結構咁
仲保留翻一啲原狀啊。誰知咧佢喺倒混凝土嘅時候咧，啲尺寸就倒差咗，就同原來咧啲尺寸唔一樣，就搞到個屋面咧就唔平整。因為佢而家有錢啦可能只係佢資金唔成問題，按翻我哋嗰啲尺寸啦重新拆咗佢，改翻成木結構所以呢個天王殿咧有呢啲咁嘅經歷嘅。一段小故事，一個大時代。